今日想同大家介紹金蝶智慧機。數據顯示，用軟件管生意嘅商戶多數可以做過5年。用工具真係好重要。其實而家仲有好多商戶用手寫 Excel， 開單慢，盤點煩，庫存亂，對數難，報價靠估。A-Lead 係一款面向小型企業的雲端智能庫存與開單軟件。A-Lead 適配各種裝置，電腦、手機、平板，甚至 POS 機。A-Lead 已經有超過320萬個商戶使用。AI 商品資料庫已記錄超過1.5億件商品，覆蓋130個國家與地區，支持多種語言。香港人做全球生意都冇問題。由2010年第一代智慧機到而家，A-Lead 不斷進化。2024年引入大模型技術，正式推出 AI 開單功能。作為一間有超過30年歷史嘅上市企業，我哋高度重視數據隱私同合規。國際用戶數據統一部署喺新加坡。A-Lead 適合批發、零售、批零兼營等類商戶。排頭幾位嘅行業係五金建材、食品飲料、家居裝飾。近半用戶都係朋友介紹，簡單易用，係大部分用戶對 A-Lead 嘅評價。元朗一間五金老細咁講：以前靠記同手抄，軟件又貴又舊，用咗智慧機之後，手機2下就查到歷史價，報價更準。另一個用戶以前做大項目要印正規 invoice 俾客，用咗智慧機之後，自動彈出客嘅歷史價，仲可以印埋多種格式單據。呢度有4位分別嚟自曼谷、菲律賓、南非同巴西嘅客戶。A-Lead 幫佢哋解決多語言、多店多倉管理等唔同嘅經營需求。呢個係智慧機嘅產品家族，提供唔同場景嘅功能模組。例如食品行業有批次保質期管理、多員工、多門市，可用業績計算模組。用智慧機開單快，單據專業，報價靈活，庫存準，對數清，員工易管，做生意要用嘅基本上齊晒。用智慧機掃一掃條碼就開單，仲有收銀對數一體化，錢同庫存自動同步，非常方便。AI 商品資料庫已記錄超過1.5億件商品，仲支持批次同保質期管理。如果你有幾間門市、幾個倉庫，A-Lead 幫你數據互通，多間分店可以互相調貨，效率提升好多。老闆可以設權限，分開管理員同銷售賬號，保障公司隱私。系統會自動幫你分析邊啲係熱買貨，邊啲係滯銷貨，仲有利潤報告。每個行業都有對應方案，總有一個適合你。我哋仲有 AI POS 系統，AI 幫你開單分析，唔止睇數，仲教你點做。A-Lead 係雲端產品，自動升級，硬件兼容性高。因此，全球市場會建議由當地夥伴選用合適硬件。我哋負責系統適配，提供 A-Lead Care 自選服務，可以幫你設計列印模板、恢復數據。線上仲有24小時自助服務同專屬客服，有問題隨時揾到人幫。15年嚟，我哋一直堅持簡單好用，獲得300萬用戶支持。大家可以掃一掃，親身感受下智慧機點樣 make business easier。